喺1979年嘅3月，寶安縣搖身一變晉級成為深圳市，呢個係轟動一時嘅大新聞。但係你可能冇諗到，當時好多香港人嚟到深圳，竟然冇飯可食。話說喺深圳嘅街上面，流動人口開始不知不覺之間多咗起來，特別係來自香港、澳門入境嘅人數大增，周邊嘅東莞、惠陽、汕尾嘅人都跑到嚟深圳睇一睇，順便同港澳嘅家人團聚，從而導致羅湖橋火車站附近經常人山人海。啱啱晉級嘅深圳市似乎仲未準備好應對呢個變化，其中最令人頭痛嘅就係食飯問題，因為當時嘅深圳只有僑社、新安、輪記、陸記幾間國營餐廳飯店，而且食飯係需要糧票嘅，好多香港人連糧票生成咩樣都唔知道。為咗解決呢個食飯問題，後來就有咗高價飯一樣新事物，即係話可以唔使糧票，但一兩白飯要多收2毫子。嗰個時候1斤米先係2毫子，一餐食3兩白飯嘅話，竟然要多收6毫子，好多人都話食唔起。但係對於香港人嚟講，佢哋並唔在乎多咗嗰幾毫子，因為當時香港嘅收入水平比深圳高出幾十倍甚至上百倍，而且大家要知道嗰個年代嘅糧食係有配額嘅，當時深圳人多，餐廳少，副食品供應亦都非常緊張，遊客過到嚟食飯排隊排咗2個鐘頭，最後冇飯食，亦都不足為奇。而喺深圳華僑旅社，經常都係只能夠食碟頭飯，幾塊鹹魚，幾條青菜，食得到都已經好唔錯。聽講喺1979年夏天嘅荔枝節，有香港人排隊排到天黑都冇飯食，後來只能夠靠食荔枝填飽咗個肚。過咗一段時間，大家都學精咗，香港人過到嚟深圳都自帶罐頭、餅乾同埋汽水，廣州嚟嘅人呢，就帶上麵包、乾糧等食物。為咗更好咁解決食飯嘅問題，啱啱成立冇幾耐嘅羅湖區委班子，經過重重嘅困難，最後獲得市領導嘅批准，同香港合資辦餐廳。1979年9月16號，第一間合資餐廳新興餐廳正式開張。呢間餐廳一開張，生意就好到一塌糊塗，因為佢有好受歡迎嘅臘腸飯、排骨飯、叉燒飯同埋燒鵝飯，而且仲有出售雪糕、汽水、奶茶同埋生命麵包。除此之外，佢哋仲派出流動餐車，放喺深圳戲院門口同埋汽車站附近銷售。聽講單單喺呢部餐車一日嘅銷售額，就能夠同當時深圳最大嘅新安酒家嘅營業額相提並論。新興餐廳嘅效應一出，後來其他餐廳都紛紛仿效。市旅遊總公司接落嚟亦都開咗一間春園餐廳，特區發展公司同埋香港海通公司亦都合辦咗友誼餐廳。再後來，各種餐廳好似雨後春筍咁樣冒咗出來，遍佈深圳。蛇餐館、山珍樓野味酒家、泮溪酒家、重慶酒家、上海酒家、天津九不里、北京清宮坊膳等等，應有盡有。呢一段深圳曾經鮮為人知嘅歷史，唔知你有冇聽講過呢？